黃琪居。一開閘嘅時候，泳彩繽紛慢閘啊！前面快嘅馬呢，見到中間有吉利高啦，出邊呢就喜利高，中間紅眼罩威水啊！咁再後一搭嘅馬啦，內蘭揚威香港第4位啊！再見到中檔呢，咁啊仲有呢匹呢就超彩啦，出邊就明目張膽。咁啊後一層嘅馬啦，內欄呢綠色衫嗰匹呢就係呢隻大家紅嚟㗎，中間紅眼罩黃黑直間衫呢就軍區，出邊齊齊歡欣，中間威旺財，尾4白玉海船，尾3搶鏡，尾2呢就係泳彩繽紛啊，包咗落尾陽光王子嚟㗎。好啦，轉800米彎啦，無思意都帶到頭啊，應該都唔快㗎啦。吉利高放翻喺前面跑啊，威水跟住第2位，後邊第3嘅馬匹呢有呢隻揚威香港啦，第4位呢就係呢隻喜利高啊，再後邊中檔第5呢仲有呢隻明目張膽啦，內欄啊大家紅啦，揈咗出去出邊啊有呢隻呢中檔嘅超彩。外邊位置就軍區啊，最出呢就齊齊歡欣，後啲先有馬林，中間白衫白帽白玉海船嗰啲馬入正最後直路，吉利高呢就佔先半個身位，威水就第2位啊！見到呢中檔明目張膽打衝鋒追緊上嚟啊！再喺埋邊位置呢，仲有呢隻揚威香港，外邊呢就係呢隻白玉海船啦。咁啊最出呢仲有泳彩繽紛，最後100厘米，吉利高仲係佔先，中間明目張膽，埋邊仲係喜利高威水，外邊砰砰聲上嚟啊！就係泳彩繽紛，最後50米，泳彩繽紛殺晒啊！第2名影相啊，有威水啦、吉利高啦，同埋呢隻明目張膽仲有白玉海船啊！繼活力寶之後，同一貨源翻嚟啊！呢隻泳彩繽紛一出1400，10個大閘，半條直路殺晒，第2名要影相啊，好接近啊！哇！一條直路殺晒啊！出閘仲跳一跳添。佢令我諗起迎彩繽紛啊，可能係一隻超班馬啦，都真係。第2就好似威水，第3呢咪灰馬吉利高啊，好似就係啦。哇，衝得幾勁喎！泳彩繽紛有啲內閃啊，都贏晒啦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有彩稍為慢啲，前面快有呢個連貫勇將雙龍出海埋邊呢，仲有雅寶啊，響外邊就泳彩繽紛最出飲食之星啊，馬林中間呢，仲有黑衫呢隻大將風速噶，再後邊有甜城效應啦，咁啊中間位置金剛仔新標誌啦，後邊4匹馬有彩攝咗入內欄白衫嘅，咁啊再喺外邊呢，就係呢個帝國之星啦，尾二紅福齊來包咗落尾呢，就係連貫勇將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香港體育院灣啊，前面帶頭嘅馬有雙龍出海喺外邊啦，咁啊喺埋邊啦，外邊啊飲食之星啦，第3位啦就係呢個泳彩繽紛啊，再後邊嘅話啦，咁啊內欄位置呢，就係呢個雅寶啦，第5位就匯聚力量啦，第6位就欖球大使，第7位係甜城效應，再數後邊呢，仲有新標誌兜出去粉紅衫嘅，埋邊就係呢隻有彩，咁啊中間呢，仲有大將風速啊，後啲先見到紅福齊來金剛仔啦，帝國之星啦，包咗落尾呢，就係連貫勇將嚟噶。好啦，入直路咁滯啦，雙龍出海帶住飲食之星入嚟啊，第3位嘅馬呢，就係呢隻泳彩繽紛啊，咁啊再喺後邊嘅馬仲有雅寶啦，外邊啊匯聚力量啦，出邊白鼻梁咧打衝鋒啦，就係呢隻欖球大使啊，最出仲有甜城效應啊，好啦，鬥到嚟最後200米大外檔冚上嚟，呢隻甜城效應好勁喎，但係中間泳彩繽紛騎落都仲有反應，中間位置仲有欖球大使埋邊呢，就係呢個有彩啊，咁啊玩一玩你先，依家真係比落去泳彩繽紛接嚟，真係2個馬位都贏緊㗎啦，第2名甜城效應啊，第3名啊近啊，欖球大使定係有彩呢？哇！睇嚟真係換敵咁啊！直情係最後200米，我等你湧上嚟先。我真係坐落去，比落去。原來羅利亞呢，哇！真係跑馬都幾犀利喎。嗰條車輪邊唔係話上下雞翼咁樣騎嘅喎，拋離對手贏啊！咁啊，都順順利利又贏啦！呢隻都真係超級馬嚟㗎啦，真係泳彩繽紛啊！甜城效應嘅第2啊，啲唔係超級馬，啲係大超級馬嚟嘅。上次6、7成狀態已經贏。迎彩繽紛係同主㗎嘛嚇，新標誌失望啲啊，好似好早已經冇啦。係咯，揀錯一膽。咁啊，最後200米一騎啊，彈得啦又。今次擺前啲添啊，上次係擺到好後㗎。跟到好前啲。路馬泳彩繽紛17蚊大熱準備。一開閘嘅時候，泳彩繽紛啦，外邊應聲彈出啦，咁啊再見到中間電子福星競賽埋邊國水精華，再後邊呢仲有心好自成噶，中間啊劍13粉紅衫嘅紅衫紅帽開心健康，再喺外邊至尊飛升啊，內欄有信心出擊啦，出邊就係呢隻勁飛翔啦，尾4位置呢就馬飛龍，尾3永同天下呢就紫色衫粉紅帽嗰隻啊，貝連利揦勒比呢喺個尾2位置包咗落尾呢就係嗰隻紅褲精神啊。
好啦，咁啊跑咗一段路程啦，前面呢就係呢隻泳彩繽紛呢就帶頭噶，跟住第2位嘅馬匹有競彩，內欄第3國水精華，第4位就電子福星啊。咁啊再見到後邊嘅馬心好自成啦，出邊至尊飛星啦，最出呢咁啊有呢隻勁飛翔啦，中間位置開心健康，內欄綠色衫紅帽呢就信心出擊啊。再後多少仲有馬飛龍啊藍衫嘅，尾4響出邊貝連利後邊追噶啦，再後多少劍13，咁啊仲有呢就紅虎精神永同天下呢就喺個馬林中間噶。好啦，正正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就係呢個泳彩繽紛佔先嘅，中間咁啊開始上嚟咯，有競彩啦，中間國水精華，內欄仲有信心出擊啦，外邊貝連利追緊，最出仲有永同天下，最後200米啦，泳彩繽紛，羅利亞呢手踭拍一拍對翼呢已經起飛㗎啦，接嚟咗3個身位都贏緊㗎啦，第2名㗎嘛，大外檔嘅永同天下追上嚟，中間仲有心好自成接近咗啲泳彩繽紛第3名，第2名永同天下，第3名呢就係心好自成啊，國水精華同埋競彩，咁啊兩隻爭第4啦。結果呢隻泳彩繽紛，你睇下羅利亞個手踭好似啪啪咁樣起飛㗎啦，咁啊結果呢就接嚟咗3個身位度啦，夜馬永同天下包尾追上嚟啊，心好自成第3，國水精華第4啊。咁啊，今季第一隻嘅3連捷馬啦嚇，呢隻泳彩繽紛啊，好輕鬆啊！好多分喺手嘅啲馬。不過永同天下跑到好論盡嘅，其實啲仗雖然有個第2，係啊，佢跑到第2，我都覺得佢仲有好多分喺手喎，真係。其實真係跑到亂晒，第2 Q 啊，幾乎都爭啲跌落嚟啊！唉，都冇乜可能追上嚟啊！嗰個位個步速慢到嘔啊！真係。對面直路啊，捐內欄，咁啊前邊啲馬車一車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呢，咁啊見到快閘嘅馬，中間白衫泳彩繽紛快啦，擺咗喺前面先。內欄有隻快過佢啊，都係想放嘅，仲有智者㗎。咁啊再見到外邊位置係黃牌啦，第4位中間呢，仲有隻奇畫啊，紫色眼罩嘅火紅人唔放喎，跟翻住個大約第4、5位就紅衫外邊嗰匹啊。咁啊內欄新力英啦，最出同個世界啦，再後一多少個馬匹啦，先有準備就緒，中間好靚仔就紅眼罩響尾5嘅，內欄尾4最必勝。咁啊再後邊啊中檔呢就包裝鬥士啊，咁啊外邊呢就係王者無敵啦，大家都留喎。包咗落尾嘅嘛，內欄位置瑞德福呢，咁啊將姜成一短就再短扣實佢一路包尾啊。好啦，咁啊跑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過10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智者放咗出嚟跑得10倍啊。第2位呢就同個世界啊，再後邊嘅第3泳彩繽紛呢就跟住個內欄第3係白衫嘅，第4位有黃牌，內欄第5新力英，中間奇畫紫色眼罩，出邊紅衫仲有火紅人啊。再後邊嘅嘛最必勝大面箍，內欄中間紅眼罩紫色衫好靚仔，外邊準備就緒，後邊3隻包裝鬥士王者無敵啊，包咗落尾嘅嘛，內欄仍然係扣到實嗰隻呢就瑞德福嚟噶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智者放得好開心啊，接嚟咗一個身位，外邊呢要騎同個世界，內欄好輕鬆喎，泳彩繽紛第3位，跟住後邊內欄白鼻梁藍衫仲有新力英，中間係呢隻呢就係黃牌啊，再喺內欄等緊位呢最必勝啊，中檔打衝鋒嘅馬呢仲有奇畫嘅，出邊追就火紅人包裝鬥士，鬥到嚟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見到泳彩繽紛直追呢個智者，中檔奇畫追緊上嚟，再喺中檔位置仲有好靚仔，最出就包裝鬥士，最後200米泳彩繽紛打落去2.8倍嘅大熱門，拋嚟咗2個身位贏緊呢場賽事㗎啦，跑第2名㗎嘛，好靚仔第2啊，奇畫第3、第4，瑞德福同埋智者要影相，咁啊結果呢，呢隻泳彩繽紛都跟守住一個相當有利嘅內欄第3，末段一截落去呢28蚊嘅大熱門就拋離對手贏馬添，睇下有冇機會跑打比啦。第2名好靚仔，奇畫第3，第4呢，瑞德福同埋智者要影相。咁啊，莫雷拉發揮就出色啦嚇，早段其實咧都俾另外一隻馬咧即係逼住咁，但係佢後尾又褪翻入去啊，守住個好位啦，蝕位，所以都贏得幾輕鬆啊！咩事啊？正在包裝鬥士，連瑞德福都跑唔贏，都幾失望啊！其實坦白講啊，喺外邊嗰個位，好靚仔啊，跑第2，奇畫好似第3啊，奇畫都即係進步緊啦。黃旗舉起，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天才包咗落尾先啊，手慢啲，前面快嘅馬，中間位置有呢隻呢就好加加啦，咁啊外邊有旅遊首席最出就贏得啦，埋邊就起等閒啊，出邊白衫泳彩繽紛，中間黃衫呢仲有川河猛區啊。再後邊嘅馬，內欄位置就海船生輝，咁啊中間藍衫尾5呢，仲有呢隻呢就聖飛啊，後邊4匹馬。外邊數入嚟，綠色衫共創美好，中間上翻尾3先，有呢隻天才白衫嘅，尾與王者拍檔暫時殿後，係衝敏不凡嚟㗎。
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贏得着意要放頭啊，咁啊慢慢殺埋嚟貼欄啦，咁啊積嚟咗1個身位㗎。跟住第2位係旅遊首席啊，第3位白衫有泳彩繽紛啦，咁啊再見到最出咧，咁啊慢慢上啲有呢隻咧就川河猛區走咗上去，中間位置第5位啦就係呢隻好加加，內欄第6位粉紅衫仲係起等閒，響外邊6衫共創美好，後啲嘅馬林中間咧藍衫咧第1尾5到啦，仲有呢隻聖飛，響佢外邊一定生位㗎啦，因為依家響3搭啊就係天才白衫粉紅帽㗎啦，後邊3隻馬海船生輝、王者拍檔同埋聰敏不凡啊！好啦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有3隻，贏得泳彩繽紛、川河猛區，埋邊呢仲有呢隻旅遊首席揾緊位，外邊踩油上嚟啊！呢隻共創美好啊，馬林中間好加加冇位啊，咁啊反而外邊追緊上嚟仲有聖飛同埋天才啊，鬥到嚟最後200米啦，共創美好喺中檔走甩咗，鬥緊泳彩繽紛，再見到後邊好加加追緊，後多少個馬匹線有聖飛嗰啲馬，最後50米啦，泳彩繽紛鬥緊共創美好，外邊好加加接近咗啲泳彩繽紛贏啊！第2名呢就共創美好同埋好加加，外邊啊聖飛啊！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，咁啊呢隻泳彩繽紛咁啊都係放完草攞翻出嚟跑呢，都一樣照贏。而呢隻共創美好呢，一路頂住呢隻好加加，外邊位置呢仲有隻聖飛啊！咁啊，真係唔到你唔信啊！透過一輪都要就係賺咗呢一度啊！咁啊，莫雷拉啦，咁啊，蔡約翰嘅三寶啦，係啊，咁啊，共創美好啊，跑過第2，第3就好加加啦，中間都塞一塞㗎嚇。咁啊，聖飛都跑翻個第4，繼續都係澳洲系統喎，一人3場，Q 都攞埋2天才真條，係冇喎，失望啲咯。真係失望啲喎啊！今日啊，雖然個步速慢啲，前邊啲繽紛24蚊。好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咁啊慢閘有隨心隨意，前面快有如約了飛啦，埋邊位置就好加加，白衫中檔呢就係呢隻泳彩繽紛啦。咁啊再見到內欄紅衫紅帽旅遊大哥黃眼罩嗰隻呢，有呢隻比卡超啊，中間黃衫大面箍仲有2寶啊，後多少個馬匹啦，先見到尾5呢，外邊啊夢仙粉紅袖黑衫嗰隻呢就美麗大師，後邊3匹馬聖歌兒聖飛，咁啊暫時殿後呢就嗰隻隨心隨意嚟㗎。好啦，開始向住呢個1000米嘅段處進發啦。前面帶頭嘅馬呢，咁啊有外邊泳彩繽紛，咁啊拱幾步呢，就不如擺前面走啦，因為預約了飛唔放喎。咁啊再見到外邊呢，就係呢隻好加加啦，咁啊再外邊3踏啊比卡超變咗望空咗咯喎，中間有2寶，咁啊內欄呢，因為前面慢啊，隻都抽下咁啦，咁啊有旅遊大哥啦，咁啊中間位置美麗大師啊上啲啦，出邊夢仙啦，尾3都燉咗落去聖歌兒啊，尾2藍衫仲有呢隻聖飛響外邊隨心隨意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入直路咁滯啦，泳彩繽紛貼欄佔先好加加第2位，埋邊如約了飛中間呢，大面箍係2寶，外邊黑衫啊比卡超，再後邊內欄呢，紅衫紅帽仲有旅遊大哥，揈出去出邊追就美麗大師，後啲先見到聖歌兒聖飛大外檔就隨心隨意啊！好啦，鬥到嚟最後呢，2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泳彩繽紛，外邊好加加追緊佢，攝入邊上嚟啊！咁啊有呢隻2寶啊，內欄如約了飛大外檔美麗大師，鬥到嚟最後100米，泳彩繽紛仲係壓住好加加，外邊美麗大師逐步上嚟，接近咗啲泳彩繽紛贏啊！第2名呢，有美麗大師同埋好加加就好接近啊！咁啊結果呢匹呢，就最大進步獎得主嘅泳彩繽紛，咁啊贏埋呢場沙田一哩錦標，外面追上嚟美麗大師，中間夾住就好加加，第4有2寶比卡超近啊！咁啊，好正路啊！好正路啊！呢隻真係啊，彈甩咗頭嗰3名都彈甩咗後邊啊！咁啊，泳彩繽紛贏啦，美麗大師啊外邊都追得好啊，咁追翻個第2，好加加輕磅啦第3啦得，嗯第4好第似2寶啊。大魔，比卡超冇話黃旗舉起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有呢隻花月春風啦，外邊美麗之星，中間控制者好健康啊。內欄有誰可平，泳彩繽紛喺中間，最出仲有和順超影啊。咁啊後一陣嘅馬灰馬呢，就大印銀紙啦，咁啊中間位置仲有同個夢想啦。尾5內欄包裝鬥士啊，中間就多名利，出邊駿馬名區殿後2匹馬，有呢隻呢就活力歡騰，同埋呢就嗰隻聖歌兒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呢就係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美麗之星埋到欄，咁啊和順超影
跟住佢埋嘅。第3位內欄徐可平，第4位啊就係2倍呢隻白色衫嘅榮彩繽紛啊。再後邊內欄呢就大印銀紙咬住第5喎，咁啊出邊位置好健康，中間控制者內欄包裝鬥士啊，數後啲嘅馬戴面箍嗰隻呢就花月春風啦，出邊駿馬名區內欄尾4同個夢想啊，後邊3隻多明利、活力歡騰同埋紅帽最出呢就勝歌兒噶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前面呢就美麗之星鬥緊和順超影，第3位有徐可平啊，咁啊再見到中檔白衫藍帽呢就榮彩繽紛啦，入邊灰馬呢仲追緊，仲喺呢隻大印銀紙啊，等緊內欄仲有包裝鬥士啊，最出嗰邊呢，咁啊先見到好健康，鬥到嚟最後200米，榮彩繽紛喺中間一打上嚟就過啦，咁啊埋邊大印銀紙上緊，中間和順超影同個夢想接近終點啦，慶典杯榮彩繽紛贏啊，第2名大印銀紙啊，第3名和順超影好健康，同埋塞咗好耐車嘅同個夢想都追上嚟影相啊！咁啊結果呢場賽事榮彩繽紛真係贏得好清脆利落啊！呢場慶典杯大印銀紙名次進步咗跑第2，第3名呢就3隻馬要影相啊！咁啊，榮彩繽紛啊，真係飛到馬到啊！咁啊，川 Q 咧就大印銀紙啦，今場就翻嚟係喎啊，反先翻啲主要對手。第係咯3好近喎，哇我真係睇唔到喎，3隻。好似14係咪高啲咧？咁睇。個身位就好似係前啲啊，好似係啊，好似我第4就哋都要影啦，咁即係當然。 3隻。成扎都係輕磅馬。好輕鬆啊，贏得，跟住喺個第4位都冇。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呢，中間有美麗之星啦，咁啊梗係搶喺前面走啦。咁啊外邊白衫就係榮彩繽紛啊，再見到中檔有呢隻喜多型內欄呢，就係花月春風啦，中間位置仲有呢隻呢勝歌兒啦，喺外邊多明利呢，就大約第6位嘅。後邊嘅馬匹啦，咁啊內欄綠色衫大約第7呢，就軍事出擊咧，就拍住外邊位置呢，仲有呢隻呢，就喜連巨星啊。咁啊再後多少先見到美麗大師啦，咁啊大約喺個尾6嘅位置。數後啲嘅馬啦，有喜連歡星啦、將藍橙衫尾4啦，後邊3隻活力歡騰，中間駿馬名區，響外邊呢，嗰匹就大印銀紙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香港體育園灣啦，前面帶頭係美麗之星啊，咁啊跟住第2位就榮彩繽紛啊，白衫嗰匹啦，內欄第3呢，有花月春風，後邊喜多型啦，第5位勝歌兒啦，一路數內就多明利軍事出擊，喜連巨星同埋呢個喜連歡星啊，咁啊外邊馬上啲嘅美麗大師，再後邊有將藍駿馬名區尾以內欄活力歡騰啊，暫時包尾仲係呢隻大印銀紙開始慢慢移出去㗎啦。好啦，咁啊入直路咯喎，前面美麗之星就帶住榮彩繽紛入嚟啊，咁啊埋邊花月春風。中間喜多型啦，勝歌兒打衝鋒啦，響外邊軍事出擊就綠色衫嘅，咁啊外邊位置仲有美麗大師啊，最出係大印銀紙啊，鬥到嚟最後200米啦，榮彩繽紛終於都趕過咗呢隻美麗之星啊，外邊依家先追上嚟就係美麗大師，最出位置仲有大印銀紙，最後100米榮彩繽紛走甩咗啦，咁啊見到美麗大師進佔第2位，榮彩繽紛贏第2名美麗大師啊，第3名呢，有美麗之星軍事出擊。出邊大印銀紙都好後先追上嚟啊！咁啊結果呢場賽事擺咗喺前少少位置走呢，咁啊結果就榮彩繽紛走甩咗先啊！咁啊而呢隻美麗大師爆上嚟嗰段後勁都相當凌厲啊！第3名呢，軍事出擊中間，出邊係大印銀紙，入邊係美麗之星。咁啊，榮彩繽紛啊，咁啊都擺喺前邊都贏得都幾輕鬆喎，今日都即係擺喺前邊都即係要好犀利先得㗎。美麗大師啊追上嚟啦，都彈甩咗後邊㗎啦。第3啊，應該係軍事出擊嘅導線先啦，中間呢匹啦。美麗之星喎，可能。美麗之星睇下影相啊！大銀紙啊，好似走得蝕多咗啲。蝕多咗啲喎，係咪咧？好似係咪係馬23.58、23.34中間？不過其實到咯，次次同你哋跑都係永同4蚊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嘅馬美麗之星應聲彈出㗎啦。咁啊見到中間就榮彩繽紛啦，再響第3位嘅馬就萬事勇啦、大運財啦，出邊呢風花雪月唔上嚟搞震喎，喺第5位寧願3搭喎。再後邊嘅馬仲有一寶徐可平，尾二美麗大師暫時殿後呢，就係嗰隻駿馬名區嚟㗎。
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俾美麗之星放到出嚟啦。跟住第2位就榮彩繽紛嘅咋，再後邊嘅第3位紅衫就係萬事勇啊。第4位生位二搭第4啊，大運財啊。再後邊嘅馬呢，仲有誰可拼一寶啊。尾3美麗大師，咁啊喺外邊風花雪月，佢留咗落去尾二啦，包咗落尾嘅馬，仲係駿馬名區嚟㗎。轉緊彎，美麗之星進呢個榮彩繽紛就萬事勇大運財，後邊第5位誰可拼一寶，內欄美麗大師，中間駿馬名區，出邊就風花雪月啊。好啦，入直路，美麗之星咁啊擺咗喺前面，放得好鬆容啊。跟住第2位榮彩繽紛埋邊萬事勇冇乜位啊，攞出嚟啦。大運財喺中檔，再後邊嘅馬仲有入邊嘅誰可拼，內欄美麗大師亦都冇乜位，中間呢一寶啊，鬥到嚟最後100零米，榮彩繽紛中間呢就過咗美麗之星，咁啊跟住後邊呢仲有呢隻大運財，最後50米，榮彩繽紛已經拋離對手，贏緊呢場賽事㗎啦，跑第2名嘅馬美麗之星，出邊美麗大師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隻榮彩繽紛國際1級賽1004米女王銀禧紀念杯嘅得主啊！直路上面咁啊拋離對手贏馬，後邊跟住第2位美麗之星啊放頭嘅，中間美麗大師冇乜位啊內欄跑第4啫喎大運財。咁啊，結果呢，就蔡約翰呢一隻嘅榮彩繽紛呢，就贏馬柏寶喎啊！好開心啊，柏寶見佢啊！美麗之星跑第2，美麗大師呢，殺上嚟跑第3。兩隻美麗喎嚇。諗住係一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嘅嘛，有呢隻榮彩繽紛啦、中橫大地啦、美麗大師呢出閘爽咗喎，跟前咗喺呢個內欄第3㗎。中檔嘅第4位嘅馬呢就喜蓮掌聲啦，咁啊再見到出閘唔快喎，嗰隻佳龍區呢藍色彩衣啊，咁啊攝翻入去內欄位置，出邊呢有極地風暴啦，心意傳達呢就中檔喺呢個包尾嘅位置啊叫做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嘅路程啦，過呢個1002米嘅段處，前面帶頭係呢隻榮彩繽紛㗎，跟住第2位中橫大地啦，美麗大師第3位，咁啊喜蓮掌聲第4啊，出邊留得都幾辛苦喎。尾3位置呢就嗰隻極地風暴啊，咁啊內欄尾2呢，咁啊藍衫嗰隻就佳龍區啦，跟住佢前面嗰隻美麗大師嚟跑噶啦，出邊心意傳達啊。好啦，咁啊走到800喎，有啲變奏咯喎，嗰隻呢，咁啊極地風暴呢頂唔住啦，走咗上去前面放嘅，跟住第2位榮彩繽紛啦，中環大地第3位美麗大師跟得輕鬆啲第4，哎呀佳龍區收停咗啊！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差唔多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馬隻極地風暴啊，跟住第2位榮彩繽紛啊，第3位移咗出去中檔，有呢隻呢就係中環大地，出邊喜蓮掌聲，內欄呢撳住仲等緊嘅喎，粉紅呢頭罩嗰隻就係呢個美麗大師。好啦，鬥到嚟最後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見到外邊位置喜蓮掌聲啊，一鼓作氣冚咗上嚟啦。咁啊見到中檔位置有中環大地，入邊啊榮彩繽紛啊，最入呢仲有美麗大師，佳龍區收停咗啊，最後100零米喜蓮掌聲鬥緊榮彩繽紛，榮彩繽紛過埋喜蓮掌聲埋美麗大師，冠軍1哩賽，榮彩繽紛贏啊！第2名美麗大師，第3名喜蓮掌聲，第4名呢就嗰隻中橫大地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因為佳龍區可能遇到啲意外啊，轉彎嘅時候啊，咁啊令到呢場賽事出現重大嘅變數啊！榮彩繽紛曾經俾嗰隻外邊喜蓮掌聲過咗，但係直路上面咁啊呢隻榮彩繽紛過翻佢埋邊呢，姍姍來遲追上嚟就美麗大師啊！結果贏出今屆冠軍1哩賽嘅3號榮彩繽紛柏寶，跑第2名1號嘅美麗大師潘頓，第3名呢甩咗韁繩喎，2號嘅喜蓮掌聲貝托美，第4先係7號嘅中環大地。哇！呢隻贏都算爆冷啊，真係。咁啊，佳龍區有啲事啦，就收停咗。淨係香港嗰5隻嘅啫，就諗都諗到呢隻贏得到。係咯，但係美麗大師裏邊又好似又揾咗一輪位咁，但好似先撻得着係啦好似啊，都好似唔係